而我啱啱係同時用緊兩個 trick 嘅，一個係記憶宮殿法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提升記憶力 memory palace， 中文叫記憶宮殿法啊。咁嗱，呢個大致上係做嗰啲乜嘢咧？就係例如之前有啲背圓周率比賽啊，嗰啲成啊咁樣嘅嘢。咁咧佢大致上就係咁做嘅，就係咧你試下將一啲數字咧同一個空間嘅位置咧去聯想起埋一齊啊。即係例如我當圓周率係3.141596咁啦，之後我唔記得啦。你就可以想像下咧，好似我入樹洞個 office 咁樣，一入嚟個門口就係睇到3.14，然後跟住行到去走廊個位咧就係159，跟住入到我間房咧就係26咁樣，咁咧就係如此類推咧咁樣去推演落去。咁而我啱啱係同時用緊兩個 trick 嘅，一個係記憶宮殿法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提升記憶力，另外一個都成日講嘅方法叫 chunking， 即係個意思咧就係將類近嘅資訊咧去擺埋一齊。例如你見我唔係314咁樣記嘅，我係31515926咁樣記。咁而當你不停咁樣記咧，你 by repetition 重複嗰件事咧就會其實漸漸咧係入腦。